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“死目毋愿客”。古早人讲，老人往生的时阵，目睭要结甲大大蕊，这真有可能就是有冤情，往生者才会毋甘客目。台湾伫咧戒严时代发生真侪互人冤枉的案件，毋捌做过的代志。嘛会互人摕一个无头公案安伫伊的身上，也是执法人员用私刑将别人认罪，这款手段真正有够恶质。当时的受难者拢带冤屈离开世间，毋望有一天加害的凶手会当量早接受制裁，替受难者平反，还因一个公道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